你有冇諗過，幾粒好似人畜無害嘅小磁石，竟然可以變成死亡嘅陷阱？喺2025年嘅10月，新西蘭一個年僅13歲嘅少年，因為肚痛唔舒服，所以就被送到去圖朗加醫院度。經過 X 光嘅檢查之後，醫生就發現佢嘅腸道入邊竟然排列住4條由80至100粒磁石組成嘅直線鏈條。呢啲嘅磁石喺腸道入邊互相交纏，導致小腸同埋盲腸多處嘅組織壞死，情況非常之危急。醫療嘅團隊立即為佢進行手術，切除壞死嘅組織，並且攞翻所有嘅磁鐵出嚟。嗰個嘅少年喺醫院留醫咗8日之後就康復出院，但醫生警告呢一類嘅手術可能引發長期嘅併發症，包括係腸阻塞同埋腸壁嘅生氣。而另一宗類似嘅事件係嚟自2022年美國，一個6歲嘅男童誤吞咗一粒中國製嘅冷氣遙控器嘅紐扣電池。呢一個嘅電池喺體內釋放咗強鹼性嘅物質，嚴重腐蝕咗腸胃嘅組織，造成永久性嘅損傷。喺2023年，男童嘅家屬提起訴訟，控告製造商商品設計有缺陷，並且索償高達1.25億嘅美金。最後喺律師嘅建議之下，涉事企業同埋保險公司達成咗和解，賠償咗高達4000萬美金，亦即係折實係3.14億嘅港元。喺2025年3月31號，泰國南邦府一個67歲嘅賣菜嘅婆婆莫伊喺街市擺攤嘅時候，突然間暈咗。起初街坊以為佢係高血壓，所以暈咗，緊急同佢進行急救，但係冇效。但係當救護人員趕至現場，就發現佢嘅喉嚨被一副脫落咗嘅假牙棘住咗，導致窒息。雖然經過心肺復甦並嘗試取出嗰個嘅假牙，但最後亦係不幸身亡嘅。其實早喺2024年嘅9月，泰國嘅南部亦發生過同類嘅事件。一個退休老師誤吞咗自己嘅假牙，但好彩，最後得到醫生及時嘅搶救，所以救回一命。英國一個4歲嘅女童伊莎貝拉喺公園玩嘅時候，唔小心吞咗玩具嘅戒指入邊嘅紐扣電池，佢嘅屋企人緊急將佢送到醫院。醫生建議佢2個鐘入邊每10分鐘服用1斤嘅蜂蜜。結果第2日電池就順利咁屙咗出嚟，女童亦冇任何嘅腸胃嘅損傷。醫生解釋，蜂蜜嘅黏稠性可以令到電池同埋胃壁之間形成咗一個保護膜，緩減咗鹼性嘅物質對組織嘅腐蝕。同時因為天然嘅抗菌成分，亦有助中和化學嘅反應。不過專家強調，唔係所有誤吞電池嘅情況都適用呢一個嘅搶救方法。如果遇到相同意外，要第一時間去醫院，由專業嘅醫護判斷處理嘅方法。根據研究，每2500個誤吞電池嘅細路入邊，就會有一個不幸去世。喺2025年6月12號，印度一個億萬富豪卡普爾喺英國嘅溫莎參加卡地亞女王杯馬球錦標賽嘅時候，突然就覺得身體不適而倒地不起，而在場目擊嘅人就聽到佢講一句：我好似吞咗啲乜嘢。之後佢就失去咗意識啦。根據當地嘅媒體報道，佢好似喺比賽入邊唔小心吞咗一隻蜜蜂，而蜜蜂更加針傷咗佢嘅口腔，引發咗嚴重過敏性休克，最後導致心臟病發作身亡。呢位身家高達94億嘅企業家，生前同英國嘅威廉王子交情匪淺，熱愛馬球嘅活動，但就喺呢個比賽入邊黯然去世，令人非常唏噓。由磁鐵、電池、假牙到蜜蜂，呢啲睇嚟好似平凡無奇嘅物件，但喺特定嘅情況下就會成為奪命嘅兇器，提醒我哋禍從口入。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多謝你收睇今集嘅真相首期。如果中意今集嘅節目，
不妨俾個 like，分享出去，訂閱埋我哋嘅頻道，撳埋個鐘仔，一有最新嘅內容呢，就可以即刻通知你噶啦。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其他嘅社交平台，包括係 Facebook、IG 同埋 Threads 嗰度呢，有啲額外嘅資訊可以提供翻俾你哋嘅。我哋下集再見啦。